即將就進行埋我哋嘅下半場比賽啦。OK， 準備好未？預備3、2、1，開波！你會係咪改佢？拎球。暫時我哋見到兩隊都好穩定喎。哇！好激烈啊！而家真係。而家3架主力嘅車咧都堆埋一齊喎，到底會點咧？呢個比賽，哇！好激烈！我見你嗰中華基金兩架車咧好激烈啊，打晒交咁樣啊！咦？我亦都聽到咧，你同佢哋亦都開始商討緊呢個嘅策略。關鍵啊！大家都好緊張嘅比賽。因為我哋見到今次嘅賽果比較緊湊好多喎。哦，入咗！咦？我哋恭喜我哋呢條話終於開咗齋啦！佢哋。OK， 咁我哋盡快咧就停機就做下一場啦。OK， 咁啊大家準備啦。咁而家咧就會由大家左手邊中華基金開球嘅。OK， 預備1、2、3。可能需要分開一下喎。睇嚟有啲機會喎，我哋嘅運氣。好，咁啊而家咧，我哋嘅賽事係5-2啊。咁啊，兩條中學咧就會係2分嘅。好啦，咁仍然啦，都係大家左手邊嘅中華基金中學就會主攻嘅。好未？預備3、2、1。我哋仲有幾多時間啊？裁判？仲有2分鐘。咦？到底喺2分鐘之內，到底個分數可以拉到幾近咧？係擊喺度3-5嘅階段喎。OK， 咦，果然係非常之緊湊我哋嘅比賽冠軍戰。哇，不過我講咗多次 OK， 同樣都係啦，大家左手邊係會主攻嘅中華基金中學。OK， 預備3、2、1，開始。喂，大家每隻機人都好犀利啊！喺而家呢個情況。咦？唔通真係咁戲劇化？哇！而家我哋見到戰況越嚟越激烈，而家分數咧都越嚟越接近啦，兩個隊伍。
都靜咗好耐啊，好緊張喎比賽。好啦，咁我哋最尾個分數比分係5比4。